来关心天灾。这是中国对中国到印尼小连续拢有出现自然灾害。印尼的勒沃托比火山17喷发，当地政府已经把火山警报提悬到上悬的级数，即马空中的交通嘛大受影响。另外，伫中国的广东是落大雨落出灾情，当地测站已经测到历史上上悬的水位，当地正在做大水，规个庄仔头浸入水。虽然蝴蝶风台已经过境啊，不过伊尾流的环流威力也是真强。中国广东伫最近连续落大雨，黄色的大水甲规大片的农田甲厝拢淹去，对天顶看落去，规排厝拢浸伫咧水的，只敢看到厝外。今天中州河水位录得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值。怀集水文站拜三透早记录的大水水位55.22公尺，那超过警戒线，也创17个站以来上悬纪录。雄雄来的大雨，和居民甲店面拢袂赴的船，吊庆市怀德县真侪所在做大水，超过68000人疏散到安全的所在。所以搬得到啲全部搬上閣樓咯。真係生意又難做，又搞埋啲天災。整一種好快啊，都嚟唔切啦，人嗱先都走啦，就咁。大概幾萬蚊係要噶啦。有冇睇到啲小小包店，全部都係機器，犀利。因為嗰部店店面是正頭痛，趁水甲消退，趕緊搶救看貨品敢有損害，最後現場亂糟糟，當地已經動員1萬多人清理甲修理，希望會讓趕緊恢復以前的生活。同款也是大自然的定限警示，印尼的勒沃托比火山17噴發。11000公尺高的伽馬式的香菇型火山灰雲卡喺天頂。Kemarin sore itu pas dia letus, itu kami masih berada di halaman rumah. Tapi saat kerikil berhamburan tuh kami lari ke Hikong。印尼伫咧环太平洋火山带，地质的活动正接，当局已经将火山警报提升到上危险的等级，并且警告讲，若果落大雨，可能会出现熔岩流。受到火山爆发的影响，被印尼度假地巴厘岛的几多座航班拢取消或者是延前，旅客行程拢被拍乱去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